快的，它有个快捷命令。然后这个是 ChatGPT 的4O 的一个新的玩法，然后我这里尝试一下，就是 ChatGPT 的 Image 的这个模式，然后把图片上传，然后去改成梵高的这个 style，就跟我上次前几天去讲那个 Gemini 的那个图片，然后 Gemini 那个 Image，然后上传图片的话，这里有几个途径，也可以通过截图。OK，这是我上传的，然后去改成梵高的这个模式，然后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，远处都有。让我们再改一下其他的一个模式来尝试一下。我想想，把上面一张图片换成，我想一下啊，要不换成日漫的这个风格，然后试一下，看它会生成什么样的样子。OK，那我们试一下，看它生成出来。